让开！李主任，这仓库的货物怎么比单子上记的数目少很多啊？哦，是这样的，云总，前2天我们刚发了一批货到云山仓库暂存了，所以啊，你看到的不是全部的货。是吗？我昨天才跟云山仓库的王主任核实过，他也查过对货单，他说最近1个月都没有任何货物进出过他们的仓库。李主任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有可能是我记错了，等回头我再重新统计一遍。仓库总共就这么大，怎么可能记错呢？云总，这个事情我会调查清楚，请你们先到办公室等我。云总，哦，你就是那个新上任的总裁吧？这3个月不给我们发工资，整天出来压榨我们，你还会做什么呀？就是来了，今天你就给我们一个说法，给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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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个说法，给
你们这样对红明的总裁，好像不太礼貌吧？闪开！你们是想进监狱吗？说，是谁带头的？是我带的头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？我们辛辛苦苦工作，为了什么？就为了这么点工资养家糊口。你们扣了我们工资，就该打。没发工资就这么大仇吗？是不是有人指使你？快说有没有？没有，我自己的主意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会明察事情的真相。如果真的无故被扣工资，我一分都不会少你们。齐雪，我们走。等一下，就这么处理了？先这样吧，查明真相再说也不迟。想喝杯水吧？你还好吧？我没事。我真的没有想到会有拖欠公司这种事儿。你打算怎么办啊？我一定要查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荷兰呢？他身体不太舒服，所以晚点到。我们先开始会议吧。在我们红鼎集团，竟然出现了拖欠员工工资和货物丢失的问题。很多员工积怨已久，甚至发生了员工暴乱的事。我想请各位给我解释一下，这笔应该给员工的钱，还有奖金，到底去了哪里？当时事发突然，有几个员工甚至意图想伤害员总，幸好安保部门的人员及时赶到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据我所知啊，这间仓库应该是由韩副总负责吧？韩副总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啊？你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想说我克扣了员工的薪资，倒卖了公司的物资了吗？韩副总，你误会了，我并没有说你会在乎这些蝇头小利。
但是你没问题，不能代表你的手下也没问题吧？再说了，这2件事儿全发生在你的管辖范围内，难道你不应该给我们大家一个交代吗？我的手下对红顶忠心耿耿，不可能私下里违背我的意思，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。哦，我明白了，等于这些员工的薪资和货物都凭空消失了。你们2位不要吵了，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彻查的。我倒要看看问题到底出现在谁身上。云总，这事儿包我身上了，我一定会查得水落石出，而且拖欠员工的薪资，我们也会立刻下发。好你个徐若海，居然仗着云柔给你撑腰，敢跟我作对，反了他！韩总心里犯不着跟这种人计较。李楠那边怎么样了？韩总，您放心，我都已经安排好了，不会有人找到的。仓库那边呢？肇事的几个工人都已经走了，剩下的工人什么都不知道，谅他们也查不出来什么。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，不然我们就被动。韩总，您放心。请进。林总，查到了，您看，这是近6个月来所有的进货单和出货单的对照。云山仓库那边每个月的出货量都不足进货量的1/3，如果这样的话，剩下的2/3去哪儿了呢？你好，请问您找谁呀？我找段飞，你知道他在哪儿吗？段飞？您找他什么事情啊？我找谁还得告诉你一声啊？当然要问清楚了，我要晓得你来干嘛的，知道不？我是他女朋友。你是他女朋友？我来找自己男朋友有什么不行的吗？哼！方队长，何主任，刚才是怎么回事啊？刚才段飞的女朋友来找他了。段飞的女朋友？段飞有女朋友了？我跟你们再说一遍啊，不要什么人都放进啊，注意你们的素质啊，职业素质啊。段飞哥，你来这干嘛？当然是来找你的呀。你怎么进来的？我跟他们说我是你女朋友，他们当然就让我进来了。你说你是我女朋友啊？是啊。你怎么能乱说呢？我还没说什么，你怎么先不乐意了？你知不知道为了见你，我有多么的不容易？好了，你赶紧回去吧，别影响我工作。你有想我吗？赶紧回去吧，被你妈知道又要教育你了。我就不回去。可能落车里了，我现在去找啊。你说你怎么样才能喜欢我呢？其实吧，我喜欢文静的女孩子，你太闹了。文静的女孩多没意思啊！女孩子不能太闹。行，过不了几天呢，我就会变成安静的没事儿。到时候你就喜欢我了吧？
行，我一会儿就走了。你给我照相。好啊。那你亲我一下。你别在无理取闹了。行，我走行了吧？我真走了，真走了。小飞哥。来，喝杯水吧。谢谢啊。哦，你看一下这个。好的。不要脸。啊，没什么，继续看吧。谁不要脸啊？方队长，是我。我想请你好好管理一下你手下的每一个员工，不要随意让乱七八糟的人进入红顶，更不允许员工在上班的时间做工作以外的事情。好，我知道了。